洪台伫要来啊！这交通部长李明彦就表示，代替7月2日进前，会伫咧东台湾的铁基路加安14支的监视器，结合着 AI 即时监测路线，看敢有物件落入去铁基路。要若公路局是预估拜二开始，东半部会先去扫着洪台，会派人去巡查，随时来调整这关切措施。要若讲到渔船啊呢，今仔日拢开始入港咯，因是认为讲这礼拜可能拢无法度出海啊。 国际渔港将船顶物件搬落了后，开始用锁固定船身。家人北走渔港伫中头过后，陆续渔船转来。船主讲，即摆洪台路线可能是西北台，古都大楼，估算要用2天的时间来做准备。目前来看，到7月拢无法度去出海。提早差不多2天，因为台风是差不多礼拜3早上登陆嘛，因为船要靠岸，要补给，要拉绳子，然后第一道防台，然后明天还要再拉一次绳子。 环河强风大雨，吊车出动到基隆市港区边啊，这大型磅礴工具部分先拗起来，各用锁保护鞍，可能会互部分宽大条的台北市也开始清水沟啊、加路修这相关的准备。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树木的部分，我们都会持续观察跟追踪，然后有必要时我们也会来做一些树木减重修剪。 这后面大东关是过来由来第4大山区，即马的结果，农民烦恼风行过大会吹落去，透早赶紧去将石个搬落来。其实落梨它很重嘛，那如果风太大，它一吹啊，它其实果柄这边就很容易断，然后就会落果。 东部海边风影豆豆真强，来往离岛的客轮业者日开出7个船帮，将绿岛南苏2000外游客送回本岛。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宣布因应风台，23下晡2点开始有警情休困，园区8条步道也各部封起来。交通部长李明彦顺势准备，对上受影响的东台湾，除了公路系统以外，也要求代替严格戒备。7月22号以前完成。 另外在花莲再增加14组这个监视器，好，那这包括原来的既有的花莲这边有23组，加起来会有37组，那这些都有24小时有人工的监看，那并且其中有部分是 AI 可以自动的告警。 公路局预估23开始，风台就影响东部路龙。第一波警戒路段有北环公路、中环公路、宜兰支线、中环公路甲苏花公路等。公路局会派人驻点定时巡视，机动调整现场的管制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